国际消息来关心到美国总统川普打放掉要甲欧盟扣50%派关税，冲击到欧美的股市。不过，甲欧盟执委会主委冯德莱恩通电话了后，川普是随个讲要延到7月初9才要来实施。另外，美国甲日本的第3阶关税谈判是抑阁无进展。日本希望讲会当伫咧6月中，也就是 G7 的峰会进前，赶紧敲好好势。 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才讲欧盟想要占美国的便宜，要甲欧盟收起美国的商品扣50%的关税，而且为6月初1开始就实施。不过，如果川普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了后，决定延到7月初9才实施。That was the date she requested. Could we move it from June 1st to July 9th? And I agreed to do that. And that she said we will rapidly get together and see if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. 冯德莱恩认为这届通电话是好的对话，嘛会赶紧甲华府达成贸易的协定。伊伫社群媒体普文，讲欧盟甲美国有全球上界重要，而且上界密切的贸易关系。欧洲已经准备好势，要赶紧推动谈判。布鲁塞尔当局过去持续甲美国谈判，希望避免下大西洋贸易战来发生。另外一方面，美国甲日本关税第3轮的谈判无结果。日本首相石破茂23甲川普通电话45分钟。石破茂25讲，希望6月份伫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会当决定。美国甲日本第3轮的谈判，要是由日本头桥贸易谈判代表切到梁静，甲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伫华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处，针对几项贸易的议題来討論。できていれば、それはもう大変望ましいことであ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。ただ繰り返し申し上げているように、とにかくゆっくり急ぐということで、相手の国もそうでしょうけど、我が国にとっては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国益がありますので。这届会谈，切到梁静无机会和主导甲日本讨论的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见面，按说伊这个月会去访问美国，争取甲贝辛德顶人会谈。不过，伫甲美国商务部的谈判当中，是搁一届强烈要求美国要重新检视一系列关税措施。公司新闻，吴文良编译。